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雲頂峰咁一個大圍半山嘅一個租盤。今日要介紹嘅單位係屬於一個兩房嘅間隔，咁開放廚嘅。咁呢個單位上面積有559尺，單位係冇家私，望翻一個西南嘅開揚嘅一個樹景，咁相當之光猛，望翻綠油油嘅山景。我哋而家一齊睇下。咁客飯廳都非常之寬敞嘅，長方形嘅設計。我哋先睇個浴室，咁浴室係原跡冇改過嘅業主。咁我哋睇一睇飯廳嘅位置，咁一邊工作台，我望一望個客廳，客廳非常之光猛，樓底亦都高啊。咁陽台望翻向西南嘅，望翻屋苑嘅外圍。咁旁邊係呢個1號頂嘅地盤。咁我先睇第一間睡房啦，兩間房都係望翻向呢個樹景，好開揚嘅。咁亦都放到一個雙人床，亦都預留窗台位置，非常之光猛嘅單位。咁望一望主人房，咁呢間房會望得多啲望向前邊山景為主，比較開揚。個衣櫃位放完衣櫃之後，仍然都可以放到一個雙人床。